哦，他这么大毛木头，你们都是电话，毛木头的，你们这还是手机电呀？这么在这么大毛木头，那是不要不是的，超市的门头。阿妈的布，爸爸的布，就是的。对。全部的小手头。
这么的香，我最起码他这这个我觉得是基本是。帮你个怎么闻到忙不住的？记得。那就这么的当下，那弟弟。我洗不住，他点的，那么看了怎么样？那么这样老驴，我怎么地到我那里？